OK 啊，阿 B，俾你掌機㗎啦，放住度啦，唔使喐噶嘛。40幾分鐘喎。之後埋係歷屆師兄弟熱心嘅敬人，在此本人代表本會讚揚師兄弟們嘅熱心慷慨，講嘅多謝啦。首先請本會會長羅比光先生同埋副會長及師傅辦大會主席李建忠先生代表主持簡單又隆重嘅點正式啟筆。少林綜合門前光，世世代代合心力，武術出眾雙無差，醒獅孔聖震武林，後聖震武林，東南西北盡皆知，鴻運當頭人共享，興運吉昌萬年長，召齊我們師兄弟，親手升起淘鞋旗，少林綜合起！